后来，这个火警发生的同时，4楼有15个员工未护照秘入去冷藏库，其中有9个互救出来时阵已经无呼吸心跳。消防人员讲，这个冷藏库应该是相对较安全的所在，但是浓烟也是窜入去内底。讲一开始有10外个员工秘入去冷藏库，疑似是有人拍开门，查看到火烧的状况，而且有人阁走出去，造成浓烟窜入去冷藏库，致使破烂无效。另外，消防队就到位，甲厂方来确认到员工受困的位置。这厂方可能是提供错误的资讯，是毋是因为安尼误掉救援的时间？这拢要阁进一步来调查。士林工厂导火时，4楼的铁柱顶一直出乌烟，高温镜后，这个铁片拢变形。当时4楼有9个人秘入冷藏库无走出来，消防人员找到人的时间赶出来，拢无开验。依照消防人员的统计，秘入冷藏库内分别有2个台湾籍男员工、2个台湾籍女员工、1个外籍男员工，还有4个外籍女员工。因当时秘的冷藏库有塑胶卡垫放进的塑胶篮甲材料，消防人员判断因当时应该入去冷藏库会当冻乌烟。冷冻库有员工原本躲在里面，然后偷偷开了门，想要看一下火况，所以因此火焰冲进去，这个部分有吗？应该也是有啦，但是有几名是这样子先逃出来，那后来就是民众一直还在里面，那可能就是浓烟更大之后，他就是会找那个缝隙，就是浓烟会窜进去，不晓得它里面有没有真正的完全密闭。消防人员讲，一开始有10外人秘入冷藏库，有人开门看状况，后来有几个人走出去，才造成讲乌烟有入去。剩下9个员工，和消防人员发现的时，拢已经无开啊。第一时间，厂方甲消防人员讲，4楼的双边拢有冷藏库，敢若拢有密人，所以讲消防人员的2间冷藏库拢有去找，后来发现讲。敢若这间有为红圆可爱的冷藏库秘15个人，厂方提供的消息错误。那一开始是有躲的那个冷冻库不一样的位置，是有点延误到这个时间了，有延误到了哈。这个火灾造成重大的伤亡，厂方提供冷藏库位置消息错误，敢有去牵着救人的时间，还有冷藏库的门到底是甚么人拍开，才会造成这个乌烟入去，真侪疑点，警消人员拢爱好好调查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